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主張可以唔掹就唔掹，有此梗有非事嘅正氣醫生張瑤。喺我哋日常接診入邊呢，經常會俾問到一個呢，就係醫生同樣係箍牙，點解有啲人變靚咗，有啲人呢冇辦法達到預期效果呢？喺我睇嚟呢，關鍵嘅原因有3個喎。第一個，醫生嘅水平，醫生嘅技術、審美水平嘅高低，會直接影響到我哋箍牙效果。經驗豐富嘅正氣醫生唔單止係考慮排齊牙齒，更加係注重面型、頜骨、肌肉、關節等等整個頜面系統嘅協調同埋健康。相反，如果係醫生嘅技術水平不足，可能會出現誤診或者方案設計唔合理嘅情況，導致我哋面型比例失調、咬合關係紊亂等等嘅嚴重問題。第二，個人嘅基礎條件，尤其係骨骼條件，嗰啲箍牙之後改變比較大嘅朋友呢，佢哋嘅牙齒問題往往係牙性嘅，而頜骨咧係相對正常嘅喎。通過我哋正畸嘅治療咧，將牙齒排列整齊之後咧，面部比例就更加之和諧，笑容咧自然就迷人嘅。如果患者本身存在住嚴重嘅骨性嘅錯頜畸形，比如上頜前凸啊、下頜後縮啊等等，咁箍牙之後咧，對於面型嘅改變就有限噶啦。第三，方案設計嘅嚴謹性。箍牙成功與否，其實係有大部分係取決於我哋前期嘅正畸嘅方案嘅制定。科學嘅正畸方案往往考慮得更加之全面，喺我哋口腔回歸健康嘅基礎上，盡可能咁改善嘅面型，令到我哋嘅面部比例更加之協調自然，從而提升整體嘅顏值。相反咧，唔合理嘅方案可能會帶嚟啲副作用嘅，比如不必要嘅掹牙，可能會導致我哋牙齒嘅過度內收，造成凹嘴啊、法令紋加深啊，影響到我哋嘅面部嘅美觀。咁有啲呢，仲可能會對咬合、關節等等造成不良嘅影響嘅。每個人嘅情況都係獨特嘅，箍牙呢，最終嘅效果亦都會因人而異。需要強調嘅係，箍牙嘅首要目標係口腔健康，喺呢個基礎之上呢，然後再實現我哋嘅自然美。大家呢，冇必要過分追求面型上邊嘅改變，而忽視咗我哋口腔嘅健康同埋內在嘅品質。好嘅，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。我係正畸醫生張瑤，喺方案設計上邊，我哋會通過面型、氣道、肌肉、體脂、關節、時間、頜骨、生理、牙列、牙體、牙周10個維度嘅綜合分析，我哋相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。我哋喺呢個基礎上，通過團隊嘅精細分工，喺每個流程細節上面做到極致，幫助大家回歸健康，重拾自然美。有咩疑問可以隨時揾我哋。多謝大家。